摘菜虽然清淡，若每天如是，恐怕营养不良，身体虚弱。牛那么健壮，不是也吃草为生吗？牛的身体结构和人不同，所需营养也不同。我从小到现在，都是吃斋来维持体力。人和牛的口腔内都是平齿，其实人吃肉类是违反自然法则啊。人是万物之灵，怎么能跟禽兽相比？我认为背脊向天的都可以吃。那他不就可以吃了吗？还不出去？是。看来三太子的智光忽明忽暗，若能抛开杂念，专心修行，将来必定能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我跟法师不同，你自幼修行，我贵为王子。我想，我此生与佛无缘。那好，一切随缘吧。哎，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我是谁呢？大王子。老头子，你代我告知三弟，我打了几只山鸡，今晚与他痛饮。三王子近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几个月酒肉不沾唇，只吃些素食。